们除了基本工资以外，我们另外都还有额外的，只要每个月结束月光的时候都会有奖金，该有的都有，每个都有。如果渔获量做得好，对，就是反正他们最主要最实际就是为了来这边就是要赚钱，没有特别的意思，对。那他们就是有跟你讲说他的家人怎么样啊？就会跟你分享一些家庭生活。都会啊，他们跟小孩子视讯的时候，我也都会在旁边啊，然后我也都跟他们小孩子在那边。虽然说我不会讲，说实在话，也是会哈拉跟他们讲，跟他们聊天这样子。所以他们不止把你当老板，也帮你当一个好算是朋友，都是朋友。说实在话，没有，不然我说实在话，我不会那么急着要找工作。我到从昨天10点半到现在，我都还没睡觉。他也完全没进食，他吃饭都是我逼他吃，他才肯吃。所以我是先找到我第一要项，其他不管，其他都不用考虑。刚才第5位移工就是被捞上来之后，你好像有说到说兄弟辛苦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想这么跟他说？那姐姐，您刚刚是跟吴敦义先生表达什么的诉求？你觉得这个桥段要很扯，是不是？我是希望说能够先帮我们把人找到，这是唯一最重要的。对，我们现在人先找到，其他都没有关系，其他都不管。其他不管，人最先找到为重要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一位先渔工先帮我找出来就好了。这个主要就是这样，这个最重要，这个。这个草明明才20年，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断掉啊？到底是哪里出问题？我们要一个真相啊！我们只是照常我们只是以我们一般的作业，我们只是小庄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受死的那么严重？我们的义工都没了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真是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一位先渔工先帮我找出来就好了。这个主要就是这样，这个最重要，这个最重要就好了。其他以后再讲。那么多个为什么？我们还找不到。尽全力了啊！尽全力了啊！拜托。我感动，你比赛是当然拢是，拢是人造嘛，当然出来去，包括现在第一冲要是抢救，但是将来是只会救到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人为维护，或者是机械或者结构上还有一些缺陷，这个是第2阶段的事情。现在第1阶段一定先抢救生命，有不知道生或者就是要赶快去抢救。一定会尽全力的，部长都亲自在这里。所以你会花2天了。不管怎么讲，政府都有责任，都对不起你。现在这些辛苦工作的义工也好，船工也好，船员也好，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，没有办法替代。我相信李部长一定会尽全力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，一定会尽可能最迅速的达成。一个是这个帮部长，谢谢。
拜。